位伫永康的福尔摩沙酒店台南商务会馆的头家谢文祥，平常时就热心公益。伫疫情期间，曾经捐赠大批的物资。今年1月19号消防节当天，因为感佩消防兄弟无眠无日的拍火，因此伫农历年前主动提出捐赠年菜，为消防人员来加油打气。由副局长杨宗麟来代表接收。这次因为1月19号也是我们同仁的消防节，但是同仁付出了很多啊。那因为在仁德那边工厂的火警，他看到我们同仁啊，经过11个小时的灭火的辛苦的在现场的打火，他感动了。本来他要亲自把这个餐点送到现场去但是大家看这个餐点大家忙了这么久11个小时，这个餐点送到现场去，可能你也吃不下去了。所以谢总很体贴把它转换成今年我们的年菜捐赠了30桌这么丰盛的那个年菜30桌来慰劳我们打火兄弟，这样子也让我们打火兄弟在过年期间能够享受到丰盛的年菜。有时候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呢，让我觉得呢，你们真的是不简单所以也借由呢，后来想一想，就借由说这个刚好我是在过年时间请我们那个里面的厨师呢做一些那个拿手的料理让我们这些打火兄弟呢能够呢这个力气满满安全满满来到他们来馈赠。这届商务会馆总共准备30道的年菜，包括冷盘、大虾、佛跳墙、鲍鱼米糕等，每一道拢是店内热门的招牌商品。而且会馆佫真大心，先伫店内加热，将烧烧的年菜直接送到消防分队，让消防人员感觉相当的温馨。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